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大達子。今日係4集，百萬係鬼啊！第一首好似冇一張有用嘅摩啲牌，幾圈啊！依然係無效進章，碰一個轉啲牌啦。咁就降爆咗，快啲積極咁樣睇下，哇！後邊馬多，前邊都唔少，咁係對家包晒嘅。我係負責隔離睇戲同埋攞馬。第二盤係三索鬼，有冇得碰下？終於入張啦！依家入隻可以叫糊。點解我覺得好似呢個4個人嘅遊戲3個人玩嘅？叫糊卡窿8萬。升級啦，叫500萬。貪心都冇用啦，貪心冇叫。即係我摸唔到，人哋摸得到嘅，過分。兒童係鬼，手牌冇鬼。好靚嘅邊7萬，拆個卡窿先啦。留意返，我覺得我啲對經常都好難碰得出。睇見呢啲牌都唔開胃啊，又冇得碰，又唔入張。講咗下佢，終於入張啦。唔係啩？我胡都未叫啊！你又好似自摸咁嘅手勢。碰咗2索叫糊。
三六索喺邊度？三六索，冇啦，又結束啦，拜拜。